赖家伦差的只是他没有一个好爸爸。当初吕孙林出来选举的时候，怎么没有人质疑吕孙林说：“小姐，请问你是哪位？”因为吕孙林的爸爸是吕子昌吗？台湾的政治什么时候走到这么堕落的境界？吕委员，如果觉得我今天讲话有对你不敬的地方，我帮赖家伦跟你下战书，随时后教。全部都在外面，进不来了，进不来，真的进不来。当普悠玛悲剧第一时间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办公室跟全体国人一样，心里非常难过。在办公室里面，把普悠玛当初所有的规格厚厚的一本，陪着我从头看到尾，就是隔壁这一位。曾经跟我吹哨过重要弊案的人，他们可能不认识我办公室里面有谁，但是他们一定会认识一个人，叫做赖家伦。因为我100%信任他，一次又一次，从烟捐贪污的案子，从这一次国安局私烟的案子，在整个办公室里面，除了我以外，知道全部内容的，就是我的办公室主任。赖家伦差的只是他没有一个好爸爸。赖家伦差的只是他没有一个好爸爸。当初吕孙林出来选举的时候，怎么没有人质疑吕孙林说：“小姐，请问你是哪位？”因为吕孙林的爸爸是吕子昌吗？台湾的政治什么时候走到这么堕落的境界？那今天我这样讲，我也不怕对吕孙林吕委员有什么不敬的意思啊，因为我真的觉得他没有把一个立法委员的工作做好，所以时代力量另外推一个张律师出来挑战他，我个人是全力支持的。吕委员如果觉得我今天讲话有对你不敬的地方，我帮赖家伦跟你下战书，随时后教。那在这边，我宣布，我将投入新北市第12选区立法委员的选举。在这边，我要拜托大家，将您的力量借给我，让怀抱共同理想的我们，甲您做伙向前行，打赢这场选战。谢谢大家。